洲電視本港台。連戰證實到咗烏克蘭，可能會同總統庫奇馬會面。九港鐵路信號系統故障，太和之羅湖站服務暫停1個鐘。金明山話防暴警察武力清場係正確㗎。各位詳細嘅內容，台北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證實到咗獨聯體國家烏克蘭私人訪問，解開咗佢秘密訪問歐洲一個冇正式外交關係嘅國家之謎。台灣嘅傳媒形容連戰秘密訪問一個如同北京有邦交國家啦，係外交上一項突破。台灣電視台今日播出咗連戰夫婦以及其他台灣官員同烏克蘭官員喺基輔大學一齊影相嘅片段，揭開咗過去2日連戰行蹤之謎。台灣電視台報道，連戰係由基輔大學安排私人訪問烏克蘭，同埋領取榮譽學位。不過佢喺逗留期間會見咗烏克蘭嘅官員，並且有可能喺聽日離開之前會晤總統庫奇馬。連戰原定出席完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就職禮之後經美國紐約轉機返台北，但係改變咗行程，取到奧地利嘅維也納，轉機去咗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烏克蘭，並且喺當地時間18號晚抵達首都基輔。而佢嘅行蹤就引起種種嘅揣測。而台北官方一直對連戰嘅行蹤係保密㗎。外長張孝嚴喺挨晚仍然只係證實連戰喺東歐，後日會返台北。台北對連戰今次秘密出訪稍後如評，好明顯係想避免為同北京有邦交嘅烏克蘭造成太大壓力。烏克蘭外交部表示，仍然堅持一個中國嘅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中國唯一嘅合法政府，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雖然台灣同烏克蘭嘅經貿關係並唔活躍，但係一般相信連戰訪問烏克蘭會對其他獨聯體國家起刺激作用。盧景新報導。